姊妹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5年7月3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66篇第1节到第9节，列王记下卷21章第1节到15节，罗马书第7章14节到25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律法甲罪。上帝的诫命就是为着要互人来遵行，而且活出下伫上帝旨意甲特质的使命。无遵守上帝诫命的人，就是得罪上帝，正做有罪的人。大部分的以色列列王拢做了上帝眼中看做歹的事，因违背上帝，离开上帝的道路，因去敬拜偶像，得罪着上帝。列王记下卷21章第1节到15节，咱有看到玛拿西王的记载。伊除了做邪恶的事，搁较伫上帝的圣殿的中间，来做这个偶像的祭坛。圣经记载讲，玛拿西在位的42岁，伫耶路撒冷做王55年。伊的老母叫做协西巴，伊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而且互上主伫以色列面前赶出去列国所做可恶的事。伊重建伊老爸希西家所毁坏的山头坛，照以色列王亚哈的所做，为了巴力起祭坛，做亚舍拉的柱像，搁敬拜服侍天顶的万象。伊伫上主的殿内，为着这的神明起滚来的坛。上主捌指这个圣殿讲，我的名应该伫耶路撒冷受敬奉。玛拿西伫上主的殿2个厅内面，为着天顶的万象起祭坛。伊烧伊的囝做献祭，八卦、行法术、问看梦的，甲当机倒头，做真侪上主看做歹的事，激上主的受气。玛拿西搁伫殿内徛伊雕刻的亚舍拉像，关系即间圣殿。上主捌对大卫甲伊的囝所罗门讲：即间圣殿甲耶路撒冷是我伫以色列支族中间所竞选的，我的名就伫遮永远受敬奉。以色列人若听从我所有的命令，遵行我的仆人摩西所吩咐因一切的律法，我就无搁互因对我所赏赐因祖先列祖的土地受牵线。毋过因无听从，玛拿西带因做歹，比上主伫以色列的人面前所毁坏的列国搁较严重。上主托伊的仆人正先知讲，因为犹大王玛拿西做这的可恶的事，比伊以前的阿摩利人所做的搁较歹，搁用伊偶像互犹大人陷落罪，所以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我要降在下伫耶路撒冷甲犹大，互听着的人拢惊一跳。我要用让撒玛利亚的设线甲亚哈王的对神来牵伫耶路撒冷的顶面，我要亲像人伫切满安尼来切耶路撒冷，切了就甲伊倒砍。我要气杀我所剩的子民，将因交互对敌，正做蜡物，互对敌来抢去。因为因对因的列祖出埃及迄日到今仔日，常常做我看做歹的事，叫我受气。伫保罗写伫互罗马教会的批信的中间嘛，论到伫律法甲罪的关系。
佮提到讲着人虽然知着爱行上帝眼中看做好诶事，却经常军队歹诶法则来得罪上帝。罗马书第7章14节到25节，保罗安尼论讲：咱知律法是属灵诶，毋过我是属肉体诶，因为已经出卖，互罪做奴隶。我无明白家己诶所做，因为我爱做无去做，我无爱做颠倒去做。我若做我无爱做，就是承认律法是好。安尼得做我无爱做诶，毋是我，是点伫我内面诶罪。我知伫我诶本性内面无有善良，我有做好诶意愿，毋过无做好诶气力，所以爱好无去做，无意爱诶歹，我颠倒去做。我若做无意爱诶，就毋是我本身得做，是点伫我诶内面诶罪得做。安尼，我有发现一个法则，就是我想要做好诶时，歹甲我抵地。我内面诶迄个人意爱上帝诶律法，毋过我看出伫我诶身躯有另外一个法则，甲我心思诶法则伫交战。掠我做受烦来降服我身躯内面的罪的法则，我这个人有够凄惨。什么人会当救我脱离这个至到死的身躯？感谢上帝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，伊有救我。安尼，我一处境一方面用心思顺从上帝的律法，另外一方面是用肉体顺服罪的法则。保罗明白他们连承认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救伊，也只有透过顺服上帝的法则，才会当对这个罪的中间来得到救赎。诗篇66篇第1节到第9节，全地拢着对上帝出欢喜的声，唱歌称赞伊的荣光，用俄勒的话显明伊的荣光，就对上帝讲：你的作为哪年通惊畏？因为你的大宽容，你的对德会降服你，全地会敬拜你，吟诗称赞你，会吟诗俄勒你的名。来看上帝的作为，伊对世间人所做的真通惊畏，伊互海变成做大地，互伊的子民步行过河，伫遐愿因为伊来欢喜，伊用伊的宽容永远通治，伊的目睭监察列邦，悖逆的人毋通自高。万民啊，着称赞阮的上帝，互人听着称赞伊的声，保存阮的性命，互阮坚固徛在。感谢上帝赏赐救恩，互阮会通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救恩来脱离凶恶以及罪的捆绑。求主帮助阮，会当心有毅力来行好。基督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。阿们。